己話每一滴水都係寶。佢細個嗰時，每日拎住鐵桶排隊裝水，冇水冇飯煮，冇得沖涼，連清洗食物都變得困難，容易病倒。直到有東江水輸港就有所改善，生活都變得更好。所以東江水係救命水嚟㗎。原來以前想有水用係咁困難㗎，而家我哋對有乾淨嘅水用會唔會太習以為常呢？我哋屋企啱啱收到水費單，一睇到水量就嚇親我媽咪。原來我沖個涼一開就要30分鐘，咁嗰啲水去咗邊呢？好嘢，終於完成咗 AI 用水監測器啦！等我開着佢先。喂，你見唔見到有啲古怪啊？啲燈閃下閃下嘅。你唔識用水，水就會唔開心噶啦，大自然都會生病噶。唔通你就係水精靈？你可唔可以教下我點樣用水啊？當然可以，等我帶你去穿梭探索整個城市同埋家居啦。例如沖涼沖得太耐啦，洗手之後冇閂緊個水喉，或者淋完花之後唔記得閂水喉，呢啲情況都會引致浪費食水噶。原來每滴水都得來不易，如果忽視浪費，即使面對細微嘅問題，都要付出沉重嘅代價。每一滴水都有佢嘅去向，你用得啱，地球就會笑噶啦。水唔只係滋養生命，仲聯繫住你我嘅未來噶。智慧水龍頭自動調節出水模式，慳水又方便。AI 監測系統會即時發現漏水，並建議解決方案。住戶每日嘅用水量都會記錄，大家可以一齊比賽邊個最慳水。我哋用新發明嘅機械鳥監測生態水質，守護我哋嘅水資源。滴水之情永續香港，守護每一滴水就係守護未來。